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天气一个反寒，有的人不离免就有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痰，读特暗痰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释痰，就是喙内底烂，咱讲是痰烂。另外，痰嗽就是呼吸道气管方面的症头。另外，肺炎古早有人讲是痰烂薄嗽，也个有肺癆，古早嘛有人讲是痰癆，就是甲痰排出来，咱讲是肺痰、咳痰、咳痰。较特别的是讲，古早用痰来形容一个人精神方面的症头，像讲痰火，就会当讲是起痰的火气，也就是讲一个人当肝火上气。另外，还有痰乱，古早会当形容一个人狂乱、心狂火倒。也有一个词讲是心气郁痰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精神无稳定，或者是疯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痰烂，这个意思就是为呼吸道气管或者是喙喉管排出来的黏液。第2个词读做痰管，这是配痰的时低痰的器具，有人讲是痰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虽讲古早卫生观念较无即马遮尔进步，常在看到有人伫路边乌白配痰烂，也毋过若是伫厝的房间内，都会穿痰管来配痰，徛算是过去为了配痰需要的卫生用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